好来，乡亲啊，咱就刷来看新北市立委的补选。民进党的于天参加妇女节的活动，帮妇女朋友加头毛、擦指甲，现场是笑声不断。啊，这个国民党的郑世伟是继续拍出着包仔阵，而这个三重埔发包仔给民众来食。两个人拢讲上惊对手，最后出这个奥步。这位太太真内行，加头毛指名3号的设计师。3号设计师于天没问题。要人要擦指甲油，上手要擦到水水，嘛是找3号的美甲师。太紧张啊！立委补选候选人于天妇女节参加义诊的活动，佮找来共党女性立委刘世芳、陈定辉斗相共，现场拢是笑声。大家嘛真关心另外一位重量级的女性总统蔡英文的辅选行动。其实他已经走进来，前面有，其实在前面那个店门口那里还有很多人坐的，还没有看到。我就跟他们讲，然后第2天、第3天昨天就中央党部的人员就派驻进来了。相片内面，蔡总统摕手机的记录，嘛甲大家翕相。几天前出现国务于天的竞选团队的士气。另外一边，国民党候选人郑世伟拍包仔阵，伊面对民进党全力回防三重埔，郑世伟讲就惊选前的奥步。他有行政资源，他的党政资源会不会下放？他们会不会用奥步？我们甚至于在构思，我们要成立抓鬼部队。我哪会出什么奥步？我才怕他出奥步呢。两个人拢讲惊对方出奥步，嘛讲要来一场公平竞争，就看新人我都维持风度，漂亮胜选。